下自己啊。Hello ma'am, I'm on. 我名叫 Irmawati，我今年26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兩個小朋友，男仔5歲，同妹3歲。我喺節拉集中就花人嚟，我嘅身體有157個，我嘅地仲有62公斤。我信佛教，我暗勁教，我唔識除肉，但係我識煮除肉。我以前做嘢喺雅加達，2年2015年到2018年，同埋喺雅加達2年2022年到2024年。我嘅老闆係中國人，我嘅老闆係第一3個人，爹爹先生同埋小朋友1個女6歲，同第4個人爹爹先生婆婆18歲，同埋小朋友1個女1歲。我嘅工作係送清潔屋企照顧小朋友6歲同埋婆婆18歲。我識煮餸買餸，照顧 BB 照顧小朋友同埋照顧老人家。我而家學緊中國餸同埋廣東話。我嘅經歷可以禮貌垃圾同啲博彩。我希望你哋先生定我，你哋先生喺香港西見，唔該晒 ma'am。好，你之前嘅僱主係咪中國人啊？係 ma'am，中國餸 ma'am，咁中國人 ma'am。OK，你之前嗰個婆婆係幾多歲啊？婆婆就18歲 ma'am，咁小朋友呢？小朋友2個女6歲同埋1歲 ma'am。OK，你識煮中國餸，你識煮啲乜嘢啊？喺我識煮餸 ma'am，粥麵、粥飯、蒸魚、蒸雞、雜菜、番茄炒蛋、煲雞凍、過粟米凍同埋 ABC 凍 ma'am。OK，點解你會想嚟香港做嘢啊？因為我想揾到啲錢喺屋企同埋俾小朋友讀書 ma'am。OK，好，thank you，唔該晒。拜拜。